林秋桥跑嘛多出来。这里没考，就是嘞。对，就有可能不是。上这家嘛，可这个谁人想都搞没了没？啊，可这些在瞧这里没子的瞧嘛的。都妈的，那几用才你们说了没？那林秋花都去换了是的。那几个那几用才的林秋穷过的是去开的。啊。林秋就晓得很是可惜的，妈的跑嘛多了说。对，林秋花都去换了自己瞧高热死了，花都去换啥的，你知道吗？怕这个将来搞单弄，上这家嘛。新啊鬼才新对，弄不来。干嘛到了，家的电影的了。去上当吧卡，切走。上当吧卡家里没哭。我得过阿克。哭。考虑过来，当弄不来，有一个嘞，吹有一个嘞。就到一天那么的，没人嘛，我们这马子林，哎，给跑了。都把裤子了，搞是了没？那你叫我他妈就人头你搞的，怎么呢？现在是怎么呢？就让不吃走了呀？搞都把裤子是都把裤子，凭什么俺那我不听一个？几个？这个得把看干一个喽，就让不吃真干一个，干不得pan干pan干。那金子，俺叫人把那金子些米，就是。就让不都把裤子，哎，那来就让不吃的。裤子嘞？就让不吃哪去了？这些来米都把裤。请你垃圾，那不说嘛娘的哎。这个我们求了呀，第二个真心话啊。这刚求你在你说的刚，给这知道吧？给这什么该知道吧？1个月的那个上这家嘛。1个月的下肯定有安全裤，1个月的肯定要来呀。到了这吃咱们就知道吧？这是对我呀。这个到马子了呀，哈，这刚在的在多了打，在的，打的钱就得，哦呀，第3个真心话，请你不进嘛，你就让不是要考，哈哈哥，你打你吹，把人，我们来，呀，不进呢，呀，我没个嘛人，瞧你听。这把黑天的叫俺们对吧？看见是这把黑天的没他，他这个你可他就那这的嘛的，他都去他脑都进去，明白嘞？可你不个记得，他这个早餐你们说的叫么的嘞？你不个记得你的嘞？没人爱多下次呀啊，对，做都他进来说。这里没？不仅有上这这么这个节奏没？啊！俺总不来吃饭这件事，好多。吃饭在些的。都不马记子我得过阿克。都把门口。哎呀，打好嘞，打人家的，老子一个嘞，怎么来我呢？他打我那个在那打人的嘞。他在这种过了，在都提了，究竟一个嘎都提了没买的呢？咱本来究竟一个嘎才你们来就买的嘞，黑天鹅买的嘞，啊，天天讲不让个不你的嘞，你们老是给着的那么的我不搞啊，真的要吃饭用的。哦。就请个外人大家干了。俺走嘞。哦。